乡亲，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1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竹。来看政治上新的消息，这是2020总统大选，郭文哲敢有要选，伊也是无赢，也毋过伊即马要组政党。昨昏伊的幕僚是证实讲，已经向内政部领取好势，确定伫8月初6要成立台湾民众党。伊今日嘛对外说明。 柯文哲最难缠的地方，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测了，我永远不要预测柯文哲。7月30日早起，才讲各地思考，台北市长郭文哲暗时就确定要组党，伊的幕僚证实已经向内政部登记，8月初6召开创党党员大会，政党的名就叫做台湾民众党。 幕僚表示，郭文哲是伫2礼拜前决定组党，政党的名甲1927年台湾民主运动成败，蒋渭水创立第一个台湾政党同款，今仔嘛是向蒋渭水致敬。第二场开工顺利。 那郭文哲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敢会合作？郭台铭的幕僚老友党7月30日出席台北市国际事务发展会议，甲郭文哲见面，互外界又讲两个人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周刊报道，郭台铭甲郭文哲会伫8月时阵见面，讨论合作方式，到底是多一个人会出来选？开会的时候他又迟到，然后一开完会我就还有下一个行程。 就跑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跟他讲话。郭董好像要回来了，那你们8月会见面吗？回来再讲啊。郭文哲简单转过两个人合作话题，不过两个人见面的方式是世界杯。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接受广播专访讲到，郭台铭捌讲过，初选输对接受结果，讲话就会算话，而且两个人合作是加分也是扣分，各不一定。在江湖上闯荡哈，你就要适当的舞台，然后发下豪语。但是如果要真正成为英雄好汉的话，讲话要算话。郭台铭对他是加分还是减分还不一定哦。那难道他是帮郭台铭去选正的吗？还是郭台铭帮他来选正的？周锡伟表示，相信郭台铭袂安尼做，若是脱党和蔡英文连连成功，卖反背郭台铭当选时，想要和民进党下台想法。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多变化，出国的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昨下晡返来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讲，伊会继续甲伊联络约见面。另外，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已经答应讲要接韩国瑜的顾问团总调职务。伊建议韩国瑜莫阁讲九二共识，爱讲宪法一中，台湾优先。这到底是啥？韩国瑜讲，伊嘛找时间对外说明。 备战2020总统选举，高雄市长韩国瑜组成国政顾问团，由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接总调一人。对中间政策，张善政建议莫阁讲九二共识，该提出宪法一中，台湾优先，完全颠覆韩国瑜过去公开支持九二共识两间的论述。张善政院长做了他的表述，后续我这边也会有我的表述，好不好？好，不管怎么样，就和平、繁荣。 互利共赢是最高追求目标。整个集思广益之后，再来向各界来说明我个人的立场跟想法。变怎用国政论述去引选民的支持，韩国瑜爱阁想一个。另外一个爱思考的就是副手人选，推出前主席连战伫全大会进前邀请王金平和韩国瑜见面，但是王金平是明确表达拒绝担任副手，当然韩王二次会嘛，和王金平改拒绝。 我们都在尊重，继续还会倾听，然后所有的党内这些先进，我个人都抱持了最大的诚意来倾听跟交流。国民党审核限制危机，毋但王金平的动向也毋知影，初选落败了后，走去国外，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总算伫31坐专机点回国，无想要公开露面，阁挑故意行其他通道离开，互伫咧现场等待媒体怎找无人。 他还没有准备好要跟大家有什么内容可以说明哦，所以他已经先离开了，所以可能在择期好吗？就让他稍微整装一下。我还在继续等待，我想会等一下，如果确定他回来，我想会再跟他联络一下。韩国瑜无放弃希望，继续咧联络。2020大选蓝军整合是成功也是失败，郭台铭变成关键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想要影响咱选举的消息，这是中国在昨昏公告讲，自8月初1今仔日开始，因要万请发放47个城市的民众来台湾自由行的签证。咱的旅游业者就讲，这
真正有影是影响真大。因为选举还阁有几半年咧，即马就限制，恐惊会减少70万的中国游客来台湾。咱陆委会嘛有抗议讲，两岸旅游无应该互政治去影响。中国微博面顶台湾自由行的作者戴文洲8月初开始，中国要停发来台湾自由行的拒签，互大家拢错一着。落尾中国海峡两岸交通协会嘛，真罕哩正式打出公告，表示讲因为即马两岸的关系，决定要暂停47个城市的居民来台湾旅游。台湾旅游业者表示，确实有收到中国组团社通知的消息，毋过因过伫选举进前2-3个月，才限速团客来台湾，暂停自由行是头一摆，感觉无啥正常。我们当然会担心，每年都会有，但是程度不一，有的时候他是说团数尽量限制，然后有的是说自由行的这个数量会有限制，但是像今年自由行的签证，这个等于说是不再发放，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旅游业者表示，今年3月份开始来台湾自由行的旅客一直成长，已经占中国游客6成。虽然中国伫2012年年底捌限缩来台湾的游客，毋过即届若是停发自由行的签证，8月份开始到总统大选结束，中国的游客可能会减70万人，冲击是真大。那光局对此表示遗憾，希望这个陆方这边能够尽速来恢复。那光局欢迎陆客来台观光的立场不变，那也期盼两岸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交流跟发展。交通部长林佳龙是伫人面前破文，强调讲政治无应该影响观光，别干那会互台湾人更加团结。因为中国管制自由行的观光客，台湾会伫今年第4季投入去36亿的预算，推出各路秋冬有奖励方案。陆委会对中国单方面表示暂停自由行来台，无先沟通是破坏协议，表达抗议，阁有谴责。陆委会继续来甲因参详，嘛希望讲两岸人民正常旅游，袂去受到政治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今仔日是旧历7月初1，也是开鬼门的日子。家人老大公庙照传统点4000帕普渡公灯，要替好兄弟照路，迎接迎来杨世间。来看《自由时报》，这是环保署的环评规管，一届是2档，会当连续做1摆。新一任的这届的新的环评委员今日上任，也毋过顶一届会当连任的7个学者，有6个拢互换掉，其中嘛包括去年9月份关东案。环评审查的时，集体提出的迄4个委员，这是引起议论。来看《联合报》，高雄起步5周年，高雄市议会专案调查小组这支大卫求偿有律师费涉嫌盗利，嘛认为起步纪念证也有政治艺术，这计数拢伤悬啊，已经交予市府去做调查。来看高雄起步5周年，市府伫早暗嘛有举办纪念会，高雄市长韩国瑜有去参加。伊讲伤者的赔偿也有复健，伫工课拢也在进行。未来政府会更加来重视安全甲防灾。也毋过这纪念会现场歌是唱了真侪条，气氛看起来有淡薄欢乐，这互受难的家属无法度接受。高雄气体爆炸意外发生到大，即阵已经满5年啊，造成32个人死亡，差不多300个人受伤，这是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咧纪念会时表示，即阵在后中间的工课分做3大项目，希望会当抚慰伤者也有罹难者的家属。第一，生活的辅助跟照顾；第二，灾区的救助与振兴；第三，安全城市与防灾。这段日子以来，市政府持续协助受害者求偿理赔、救助以及复健的工作。局处首长、立委、民意代表、甲救灾团体拢有去互点名小解，做伙甲韩国瑜点灯祈福。不过伫咧现场的也有受灾户，甲高雄起步自救会会长陈冠莹，因全程拢无去互小解，全坐伫咧台骹。有媒体就质疑暗会气氛是毋是伤过轻松，无重视受灾户的心情，心肝内艰苦。气爆过后5年，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可以试着把这个场合弄得很欢乐，弄得很像签唱会这样，对。但是我曾经也是这样觉得啦，只是说，
有些是藏的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陈冠莹甚至讲袂出话，也搁出手拍呀，这显示伊心肝内痛。虽然过了5年啊，也是真艰苦。高雄市政府希望用正面的态度迎接伤痛，不过这恐惊的毋是面临家破人亡的受灾户，一时会当做会到的。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第5间大学要关门啊！这是台南的南洋科技大学，因为招募学生财务有问题倒塌，教育部要求学校爱在昨昏总出1亿的资金，验到学校总无。所以教育部即马是讲，目前学生有800多个，会按照学生囡仔意愿去安排转学。有53年历史的南明科大，最近因为招生无啥好，伊得了钱，予教育部停止招生1年，并且要求必须在7月底进前赚到1亿资金。不过学校方面今日证实，资金无到到位。新的第16届董事会刚产生哈，那目前报布中，那等教育部核定完之后，我们新的董事会就开始开会，要开始运作，然后讨论一些非常跟教职员工非常迫切的一个权利问题。南明科大约有8000多名学生，土地甲大楼也拢是学校家己的资产，无负责。不过近年来受到囡仔成绩的冲击，渐渐出现了钱的情形。3年前更加逼迫校长未计学历，注册率落到无到19%。即阵学生敢若剩842人。教育部讲，学校从无资金，更加未能稳准转型，只好退场。最近的进行学生转学的代志，找个时间下去跟他们的学生跟家长座谈，看看他们的一些转学的意愿。那我们会请周遭的学校来，以台南云嘉南这一区的一个科大，当然也要有对应科系嘛。学校也有教职员100人，对5月开始已经放欠薪水啊。学校讲会释怀来行清，并且予因优退方案。教育部是讲，若是学校最后无法度处理欠薪水的问题，学校也有土地这资产，退场结算也应该有够行。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的立委高瑞勇昨昏互党团停权，恐惊会失去不分区的立委。按照选拔法，也可以爱由妇女候选人来补，若无等于是放弃。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高瑞勇伫7月31日下晡5点前，伫期限内出现纪律委员会，先讲伊人到啊，按个因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时代力量昨暗时宣布对高瑞做停权处分，并且请党代表大会除名。高瑞委员以程序问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2. 就本案是否涉及违法部分，本党将移请主管机关调查。3. 时代力量党公职人员应坚守政治操守与利益回避的基本原则。邱立党表讲，办公室助理申请经济部补助400万块，涉嫌违反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高瑞甲助理虽发声明否认，按个即马家己人也认为有问题。时代力量表示，这代志是重大临时提案，党代表大会会赶紧调开。一旦除名的话，因为高瑞勇委员现在是因为是不分区，那他的这个当选资格是跟党籍是连带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党籍之后，当然也会失去立法委员的资格。2016年，时代力量所提名不分区立委名单，高瑞是第一顺位，赛是立委齐英明、台经济系教授郑秀玲、律师郭孝金、金堂市副市长林依莹、甲导演郭一静。不离个依照300法规定，地保人还是女性，郑秀玲、郭孝金、甲林依莹，目前拢需要搁再确认是毋是搁有时代力量党籍。村导演郭一静恐惊报到地保。也就是时代力量可能会减少立委。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有够热，台北的日头有够炎，烧乎乎。今仔日嘛差不多，咱先来看云图。按云图顶头，咱会当看到伫咧中国广东即卡岛即一团是今年第7号的风台，目前是轻度风台，叫微帕，对台湾无直接影响。咱台湾天气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往北九气、南边的水气往北甩，云有较济，所以大部分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同款有雷雨的机会。温度方面，今仔日台北下晡，昨台北下晡有够热，今仔日的天气嘛差无偌济，各地高温33度到35度，桃园以北有可能在36度以上，乡亲一定要加啉水才袂着煞。
澳洲这个热天嘛是有够热，真侪人拢走去耍水凉一个，只要有水头耍哦，咸水、正水拢会使。在保加利亚城市布尔加斯就有一个真特别的咸水泥湖，嘛吸引不少游客去佚佗。行入去这座咸水的绿光麦湖，享受浮伫咧水面凉洗啊凉洗的感觉。这是伫咧保加利亚湖海边的城市布尔加斯，为德国来70岁的阿公穆勒，伊定定来遮，甲其他游客共款伫咧遮爽一下。The people say it's very healthy if you apply some mud on your body, and I like it. 要落水进前的人，拢会伫咧岸边先将这乌色的土固伫咧身躯，啊，这乌色的土是几啊千年以来湖中动物、食物、暖气甲地质共同作用了后留落来的物仔，内底有真侪有机甲无机的成分，听讲会使治疗尾瘤系统病症，佮会使消毒筋肉酸痛，互皮肤更较具溜。啊，等这乌土打去了后，因就落去湖内面浸洗掉，或者是到附近的湖海边洗身躯。Да, интересно е, приятно е, вълнуващо е, защото преместваме всички тези красиви неща. Слънце, море, пясък, кал и на всичкото отгоре, като включим положителния здравословен ефект. Усещането, особено крайния ефект след намазването с калта и измиването, много е приятно. Кожата се усеща калифена и много приятно е чувството като цяло. 用乌土做 SPA， 唔那天然，佮免费。只要到热天，地势伫咧遮看到真侪乌噜噜的乌土人，估计逐工有9000的游客来遮做 SPA。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顶礼拜在台东有发现孤单一只乌鱼仔囝，这几天伫咧花莲南安水墙附近，阁有民众去翕到2只乌鱼仔囝，其中有一只是落毛，亲像有皮肤病。花莲的林管处是表示讲，即马无要处理，先观察才讲。推荐是甲厝里的人伫7月30早起10点外，驶车要去花莲南安水墙瓦拉米步道的路面顶，车头前线熊熊出现一个细细乌乌的影。哦，小熊，哎，真的好小的小熊，哎，来不及了啦，人家跑了啦。我找，哦，真的小熊，还在吗？还在吗？乡车记录器翕到细只乌熊探过荷兰离开，推荐是随落车来看，啊，毋过已经无看到熊。发现小乌熊的地点是伫咧第30线面顶，推荐是尾仔才知影讲熊阁毋那伊一只。地方的原住民，他就告诉我说，昨天也有人看到黑熊，他也告诉我这里应该有好几只黑熊，有大有小，有母熊。前一天某一个世代民众看到细只乌熊嘛，共款伫咧第30线，拄好翕到伊要拄荷兰过，而且伊阁向镜头来看，画面刷较近的，伊的后骹甲骹床有落毛的状况，属于判断可能是皮肤病。这些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本来就生活在野外，我们不会去介入，就是有一些人为的照顾。万一民众若是去赛车拄到熊，花莲林管处提醒民众唔通落车，离因较远的唔通甲因交叉。尽量用原路退回，不要去惊扰到熊，那也不要去留一些厨余或者是可以让熊吃的食物。花莲林管处表示，部落的老大人讲过去就捌定定伫附近看到熊，可能是现代科技进步，民众会当甲画面翕落来，互大家感觉讲小熊真接出现。啊，若是顶礼拜六，民众伫台东公园村发现去有狗仔草的细只乌熊，落尾先暂时关伫人仔内，等待乌熊妈妈出现来甲伊带走。啊，毋过这几天乌熊妈妈并无出现，后一步要安怎做？台东林管处强调讲，无一定爱伫这个所在直接甲细只乌熊放掉，后礼拜会阁开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线中环公路观光加油站是咱全台湾上界悬的加油站，32档来服务过济过路的车辆。毋过因为即马汽油的管线有较旧啊，所以8月6开始要修理5个月无开哦。所以乡亲假使要行即段路，油先爱交甜，才使上线。来到2347公尺悬的中油官员加油站，工作人员拢已经大心的甲民众讲，为8月7开始停业5个月。停业期间服务加油要麻烦你到里山、清境或太鲁阁或南山加油站。会提醒是因为台北线公园站是大武岭分线了后，落花莲山区11个加油站，但是驾驶伫山骹油无加好满，到山区就麻烦咯，因为上关加油站嘛要300多公里。会加满油再上来啊，不然这个间隔太远了。太久了。这边如果真的没有油，太不方便了。新城分局呼吁上山的民众必须在底下的加油站加满油，然后上山比较安全。
中油关湾站是全台上悬的加油站，建站32年，服务未少往来民众。这摆因为换旧广线，都要休困5个月，除了无方便，佮一换引起一个爱食的人注意到消息，就是这加油站佮特别卖肉粽，毋过即马嘛买无咯。记者综合报道。U12世界杯小棒锦标赛，咱台湾囡仔拍入复赛。复赛自今日开始连续比赛3天，公司台语台用台语转播，嘛邀请艺人彭恰恰甲别过去的主唱杨大正做伙来转播。夜6点半要对韩国，咱做伙替咱的台湾囡仔加油。导出哇，这个超车！哇，超过！你这个大家口水，你这让口水杀你，再来分2分3。中国有咱的声哨真足甲听，主播甲球评讲的全是台语。这是U12世界杯少年野球锦标赛的现场，今仔遐过来讲球，各场赛事拢拍甲真精彩。吊一粒关球叫加掉，正面，无问题。2019年U12世界杯野球赛对7月26开始连拍5天，有中华、美国、古巴、日本、韩国等等12个国家的代表队聚集伫咧台南。旧赛才拄拍煞，台湾队伫咧 A 组以4胜1败分组第2名的成绩进入复赛。所以去复赛会伫咧8月初1到8月初3举行。台湾队伫咧这3天暗时6点半的时间，会分别甲韩国、墨西哥、甲委内瑞拉的代表队 PK。咱台湾艺人彭恰恰，也佮有未过去的主唱杨大正，也会加入台语球评的行列，用台语来报野球赛，甲民众做伙替赛事加油。请乡亲锁定公司台语台收看电视转播。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联准会伫台湾时间今日半暝2点宣布降利息，降0.25%，这嘛是联准会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头一摆降利息。美国联准会当地时间3日下晡2点宣布降利息1%，也就是0.25%，这嘛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头一摆降利息。It is intended to insure against downside risks from weak global growth and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o help offset the effects these factors are currently having on the economy, and to promote a faster return of inflation to our symmetric 2% objective. 鲍尔表示，美国目前经济稳定，不过烦恼会随着全球经济成长变慢，甲贸易政策影响，降利息是先替美国经济作为风声。不过外国媒体报道，联准会决定降利息，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长期指控联准会不爱降利息，影响美国经济成长。伊30各地媒体讲，爱联准会降利息。Fortunately, I've made the economy so strong that nothing's going to stop us. But the Fed could have made it a lot easier. I would like to see a large cut, and I'd like to see immediately the quantitative tightening stop. 华盛顿邮报分析，随着全球贸易甲科技经济，为了避免经济放弃，全球央行拢准备推行宽松货币措施。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央行，包括纽西兰、印度、马来西亚，拢伫7月宣布降利息。鲍尔强调，这摆降利息是经济上升周期中断的政策调整，可能袂阁降利息。美国股市道琼指数大落333点，创5月底以来一天落上侪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北韩伫昨昏透早阁发射2粒飞弹，这是北韩伫6天内发射2摆飞弹，也毋过这一摆，美国总统 Trump 老神在在。北韩31号早起，伫当地时间5点到5点半之间，为江原道的福岛半岛前后发射了弹道飞弹。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2个飞弹飞行高度差不多30公里，距离是250公里左右。今25号发射的飛彈真小港，这嘛是北韓伫6天内底第2擺發射飛彈。これについて軍事演習を強行しようとしている韓国に厳しく警告するため、新型の戦術誘導兵器の発射を行ったと発表していました。外国媒体用观察人数的分析指出，这个发射飞弹除了对美韩要举行联合军演施压，嘛对美国打算甲北韩协商无核化的议题施压。南韩政府认为北韩的行为对缓解朝鲜半岛的局势无啥帮助，要求北韩要停止试射飞弹。对此，日本认为北韩这个行为对日本的国防安保并无啥影響。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な事態でないこと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す。引き続き米国などと緊密に連携をしていきます。
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长陈景道31号出席南韩的第61届国防论坛的时阵表示，北韩的做法若是对南韩造成威胁甲呛声，当局会甲北韩控制于特定的范围。这嘛是陈景道自去年9月就任以来对北韩发表上强的用词。若是美国对北韩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北韩发射的是小飞弹，未造成什么问题。南韩政府预告，北韩未来有可能会因为发射的是低程飞弹，未造成美国伤济反弹，有可能会继续进行试射活动。记者陈上报道。美中贸易战，双方的代表昨昏伫上海谈判，也毋过公布4点钟，美国的代表就返去美国啊，双方嘛无对外讲任何内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梅努钦率领团队到上海了后，31透早甲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商务部长钟山率领的中方代表，伫咧上海西郊宾馆举行第12届的中美贸易谈判。不过，双方结束4点钟的谈判了后，美方代表就紧急坐飞轮机返去美国。除了谈判的时间比原本定的提早40分钟结束，双方也无对外讲到任何谈判成果。越来越多的相关的美国公司都提出来，希望能够豁免继续对华为呢能够出售零部件。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华为公司多次表达了对自己公司业务的信心，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最着急的是美国的那些相关公司，而不是华为。传习会结束了后，中美双方对传习会结论态度拢真消极。中国表示，已经伫咧传习会结束了后，卖几啊百万栋的美国黄豆，不过去互美国拍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一直到中国月18，敢若向中国出口100万吨的黄豆。另外，美国当局也一直拢无讲清楚，到底美国企业会当伫咧什么款的范围内供货予华为。到30的时阵，才表示后礼拜进前会针对美国科技公司卖产品予华为的申请做出回应。中国商务部透过新闻稿表示，双方按照两个国家的元首伫咧奥萨卡进行会谈，两边拢互相坦白，做出建设性的深入交流。双方阁讨论中国根据国内需要，会增加对美国采购的农产品，也有美国会开出好的采购条件。不过，英国 BBC 的报道指出，美中双方也是无够信任对方。川普这边认为，这届贸易战美国较有时间的优势。They've had a terrible year because of the tariffs. A lot of companies are moving out of China. You'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2020的总统大选随着要来啊，准讲中国开出来的贸易协议条件无够好，要拼连任的 Trump 绝对袂凊彩顶头。顶礼拜 Trump 甚至佫讲，中国也伫咧等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假使民主党的阵营赢，中国就更加会使对美国两头轻骨。也就是讲 ，Trump 政府也认为中国即阵也无条件要达成协议。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人当火烧，日本人即马平均的火烧阁创下新高啊！日本的查甫人平均会当活到87.32岁，若查甫人会当食到81.25岁。也毋过呢，这也毋是全世界上长火烧的，活上久的是香港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30公布的上新数据，日本平均寿命已经连续7年拢排上头前。2018年，女性的平均寿命达到87.32岁，男性是81.25岁，比起前一年拢分别增加0.05甲0.16岁。官方分析就指出，这是因为女性的脑血管疾病甲肺炎的死亡率下降，男性的癌症死亡率减少，平均寿命才愈来愈长。不过，专讲以全世界的排名来看，却红叫做是长火烧的国家日本。其实毋是第一名，以女性来讲，香港才是 No.1， 平均寿命有87.56岁，接落来是日本，搁来是西班牙。在男性这部分，香港82.17岁，同款排伫咧第一，第二名是瑞士81.4岁，日本敢若排第3名。日经中文网的地狱作者钟道辉就认为，香港人当火烧的撇步，除了平常时食食喺汤内面真重视中药，定定食补以外，香港的公园真多，定定会使看到透早的时，居民拢伫咧遐运动。搁再加上香港人多、土地矮这个特性，互厝内底的人会使较接联络感情，邻里的关系也搁较密。这对经发作的身心健康来讲有真侪好处。伫咧日本人是安怎伫咧平成时代30年期间，平均火烧拢会使增加超过5岁，这其实甲新药仔的开发、医疗技术进步，也有健康意识提升，拢有真重要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示威是冲突更紧张，前香港特首邓建华就点名讲，拢是台湾甲美国在卡算后西弄。即马有风声讲，有解放军组织伫咧香港的边境，昨暗就一段3分半影片流出来。解放军用广东话化工效果攻击负责，只要出现停止冲击、无使用武力的中英文标语，甲使用催泪弹向民众喷水画面，落尾全部步兵拢向抓起来。这是共军驻港部队昨要9点的时阵传出来3分半钟的宣传片，题目是不忘初心，守护香港。影片中展出军事武力，甲家己恶落家己。感到講呢個日益強大啊！記得好正嘛，愛祖國。文字寫講，阮是自香港部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是維護一國兩制重要力量，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礎。因為8月初1是中共建軍節，又對着香港反送中示威，不拜爆發革命衝突。共軍在敏感時機發布影片，到底是想要傳達什麼消息，引發外界熱議。這個影片發布之前，美國廣播社不第30引用未寫名的北京官員消息，以推論解放軍在香港邊界執法，引發國際關心。They have evidence that perhaps there is a congregation, a buildup of Chinese troops, PLA, or armed police on the border with Hong Kong. We don't know the numbers, and we don't know, the nature of this buildup. 嚴格網媒體親像紐約時報認為，目前並無現象是港府想要讓軍隊介入。對此，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強調，目前香港發生代志是香港高度自治嘅範圍，中央未插手。香港而家發生好大嘅困擾問題，但係中央咧就唔插手嘅。你香港自己本身咧應該喺你嘅行政司法嘅工作裏邊咧係同埋咧係要贏取市民嘅支持咧，係大家維護法治、平靜落嚟，解決呢啲深層次嘅矛盾。針對香港反送中示威一直發生，前香港特首董建華提出是團結香港基金的活動時指出，伊點名是台灣跟美國在幕後操作。細心觀察呢次政治嘅風暴呢，提升之快速、規模之龐大、組織睇上嚟好似好鬆散嘅，但係實在呢係精密同埋隱秘嘅，同過去嘅群眾運動明顯唔同。實在有理由令人家相信呢次嘅風暴有幕後嘅推手嘅，亦可能係外嚟嘅勢力介入咗組織。其實你種種跡象可以睇到呢，可以指向台灣同埋美國嘅。另外，香港當局法院32載時規定審理28中社會反送中抗議案，發現外口有真濟相反的民眾，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嘛到現場，向指控犯案的45個抗議者，其中44個人向以暴動罪起訴，但是最碼審理相當要坐加10年，比規劃一屆相當5年比起來是差真濟。記者綜合報道。反送中事件未收煞，香港人即馬嘛在思考要離開香港來台灣住。內政部據統計，今年1月份到7月份，香港人申請來台灣居留的人數有比去年同期加要3成。41歲周先生原本伫香港做 IT 工程師，因為常常工作甲真活，身體出狀況，開始想要家己創業開咖啡店。後來經過朋友介紹，伊認為台灣厝價相對較俗，自有面子也互伊真想要來，所以今年7月伊申請居留來台灣開店，而且伊也發現香港反送中事件了後，問要安怎移民來台灣的朋友也開始變較多了。他們都去了這個講座之後，他們真的去行動，去考慮、去準備過來。其實為咗香港人甲邱先生同款，想要移民來台灣生活，若是申請投資移民，需要先申請居留滿1年，才有法度申請移民來遮住。根據內政部移民署上新統計，今年香港人申請居留台灣的人數增加，每個月攏比去年同期較多。敢若是今年4月就286例，到7月增加到383例，比6月增加114人，增加4成2。我們接到很多諮詢的電話，都是在詢問如何申辦移民。有一些工會的
移民机构的同业也有告诉我们，他们最近接到很多电话来了解相关的规定。移民署讲，整体情形来看，香港人来台湾申请居留意愿今年确实有明显上升，而且咱国政策是鼓励高专人才、中阶技术人才慢慢规划台湾，因为台湾来注入人才的能量。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纾困案，北检已经约谈关务人员，新北的调查处嘛已经约谈华航人员，也毋过即届约谈名单宣布调职的华航资深副总罗雅美，嘛无副总屈忠信。追究政治责任。针对纾困案，国民党团31持续出招。地总统府30公布的纾困案行政调查进度真不满，认为蔡总统任内头一任侍卫长已经高升做副参谋总长执行官的刘志斌，嘛要被追究责任，并且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爱负政治责任。总统府的调查避重就轻，将责任拢撒给吴宗宪。少校吴宗宪，少校侍卫官成为替死鬼。陈局秘书长也表示说，我们这个谁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就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他并没有回避。那相关的这些调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因为府方已经将行政调查的资料交予检调侦办，北检30除了继续去国安局审问有主文的人，嘛去通台北关侦讯查缉私分的关务署人员，厘清免税分品通关作业等等的部分。31检方继续去国安局侦讯定购人员，希望完成国安单位涉案上百人的审问。新北市调查处嘛公布约谈华航10多名人员，厘清专机免税品采购的流程等内容，以及是毋是有牵涉到不法。我们那个货物一定扣在那边，我们要确保这个货物一定没有被移动还是什么，我们已经都锁在吃货仓库里面了。我昨天也有去看我们这2天都在持续的在问当然了，我们每样都会查，包括人跟物，我们都同时在查。动员10几位检察官都在查，同时。新北市调查处审问了后，被约谈的10多位华航人员会移送北检复审，若是有违法的事实，会改列做被告强制处分。不过这波约谈无包括被调职的资深副总罗雅美以及副总屈忠信等人。地总统蔡英文要求新任的国安局长屈国正1礼拜内完成国安局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会伫咧登报告站批示了后，上紧1礼拜内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孙网络银行的名单已经出来呀，有3间。金管会讲，这3间要服务人客拢无同，按算的营运模式嘛无相同，所以希望找出台湾金融的另外一条出路。台湾的金融业开始向干那网络银行的时代，3间申请业者拢总过关，是中华电信甲兆丰银行主导的国家队将来银行。除了自安大数据、分计算，还有区块链等等的技术优势，拄筹备开始，就以资讯安全做上头先的规划项目。未来阁要结合智慧装置，还有人工智慧等等的技术，而且透过各主要沟通的产业优势，向外开发更较侪实体银行所无的人客。任何一个新创事业的前期，当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达到损益两平。我们希望能够在营运后的3年内达到单月的损益两平。我想我们不盲目追求这个客户数的数字或者是其他的业务量，但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客户每一个都非常的满意。目前依照我们的时程安排，明年的第2季可以开业。3间业者内底唯一一个纯金融团体，嘛是唯一一个有经营纯网银经验的乐天国际商银。在日本营运20年，有真先进的资讯安全控管的实务经验，还有真侪生态系金融服务。未来目标的人客，除了30岁到55岁主管阶级，还有乐天集团原本的客户，打出社会无信用记录的少年人，嘛是因锁定的族群。若是系统安全试验无问题，上紧伫明年4月份就会开始。那么它是不打价格战的一个银行，它是要从生态圈里面让顾客觉得这个服务是有意义的，它的连锁度完全来自于它的生态圈。若是有2100万赖用户的来便客，是发新闻稿表示，希望透过结合网络通信平台、金融业、甲电信业真强的人来合作，来规划上适合台湾全面的纯网银服务，嘛会来用 AI 大数据，还有各种金融科技，提供创新的个人金融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去地方踅踅。讲到本地戏，咱台湾人是兴趣处。伫婚礼的元中国校啊，特别邀请艺师来教囡仔搬布袋戏，而且是搬在地故事，互阿公阿嬷看甲嘴啊利塞塞。
内底哪是有声？这边敢若有开大粒的土豆出现伫戏台顶，刷落去，佫出现一只乌金刚。观众国小的小朋友当伫咧搬布袋戏，阿公阿嬷目睭剔甲大蕊，伫台骹看甲真认真。很好的一种社交功能。精彩！有希望讲因佫会当继续来表演无？希望。哇，乌金刚你买画画？囡仔遐囡仔仔认真伫咧看台词，哪爽哪学台语变甲真趣味。练口白困难吗？不会啊，说台语比较困难，多念几次就好了。所以现在台语有没有变得比较好？有。这出戏是改编原种的《乌金刚》这本红仔册，特别选这本册是因为这是原种国小甲五地社区做伙合作制作有在地气味的故事。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了，有一个花生壳蹦出一个黑金刚，然后展演呢的首演就要在我们5块社区，因为那一本绘本是由5块社区专案协助的。下方的这个小朋友呢，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伊会使体验到咱家己在地家己在地故乡的一寡特色，甲这农产品。囡仔遐囡仔仔搬的头一出布袋戏，唔但是练台语的过程，佮是送互地方乡亲时代的礼物。记者综合报道。海洋污染问题严重，海底的鱼嘛定定去食到粪扫受伤。顶日啊，伫咧金门的新乌渔港，就有一只碓背，就是海龟去钓咧渔网啊，渔民甲海龟抓转去，带摕去互这水产试验所，发现产上佫是食到粪扫，真害。这只受伤的大批海龟，动作是真慢，伫水质所大水桶内底游来游去，看起来是真可怜。经过检查，发现讲伊腹肚当中有疑似银块的金属物件，过来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穿透性跟骨头一样的物质，这样子类似的物质，所以我们不能排除有吃到异物，但是目前没有证据啊。大批是这种海龟当中的一种，嘛是唯一依着工的材料来命名海龟。这个被人无小心掠到的大批是还袂大只，体重大约是3.2公斤，身长是30公分左右。等伊状况较好了，就来进行就放线。那等到它的活动都正常了，然后它的精神食欲都正常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让它野放。根据这水质所表示，这是地区海洋调查有记录以来，渔民无小心掠到大批的地界记录，已经发现的海龟类拢是石龟。目前都是收到死亡通报比较多。那这一只玳瑁就是第一只收到误捕活体的玳瑁。大批海龟壳会使当作是首饰、雕塑一寡食品的原材料，有健康长寿的代表，被称作是海金。但是伊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看作是极危状态。专家提醒，为了要爱惜海洋、守护海龟，较少用到塑胶产品，以及咱落水时阵，莫抹到这防晒膏，为咱的环保来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做定治疗，才有一搭观日亭，尤其是这搭海拔较低，若要看日头出来，热天到秋天这时阵上着时。自即马到9月15，逐礼拜日早起4点半，台南市政府拢要伫咧遮办音乐会，陪大家迎接新的一天。当年新历过年，有真侪民众拢会透暝等天光，要看新年第一摆的日头爬上山。台南二寮独特的低海拔日出，就亲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山水画。当年拢吸引几6000人来到遮。不过二寮要看日出上好的时间，其实是5月到9月，出大景的机会较悬。因为冬天有一些环境气候的因素，它最佳的赏日的时间点是夏秋。前一天呢，如果下雨之后呢，隔天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景象了。所以这个营区造就了我们的低海拔日出的一个环境。要看日出，唔免等过年，即马就是上好的时间。今年到9月15为止，逐礼拜日透早4点半，现场有麻布仔港云海音乐会，音乐会美景陪伴民众做伙看日出。那底人唔若透早看日出，前一天阁会使踅草山月世界，暗时兼观星看天象。今年呢，我们很积极的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168公路，一路发
观日奔月公路的一个品牌公路的建设计划。并将来台南旅行，若有各种滋味的食食、食鸡卡，各有每日无同款的美景，丰富的人文地理，等待大家来发现。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配合第4代卖票系统，自4月23开始无固定查票，敢若针对无票共占位，也是有代票的旅客会去查。毋过即马有一个新兴中介者家属是正规，针对某一定人伫查票这款行为是轻视，代替是嘛讲会来检讨这款查票的方式。可是他马上2个人就冲过来，就把你整个这样抓起来。受到警方强压落车，71岁陈先生议员的囝，伊25带着有自闭症的后生，坐代替去讲好对花莲转来台北。因为过去的坐车经验，伊发现列车长敢若针对摕到新兴中介车票旅客验票，认为有歧视的感觉，所以讲对列车长表明，除非全车厢验票，若无拒绝验票。列车长随后就通知警察，结果警方到场就马上甲伊强压落车。我说我没有犯错，也没有犯罪，你们为什么要这种强压制？就根据生权法，其实他是不可以把我们这些有身心障碍的家属或者孩子，把它特殊化，也就所谓不能标签化。陈先生讲，当时出动6名警察，执行这是执法过度。对此，代替局是下失礼，表示列车长通报这个标准的处理流程有疏失。当时警察一直甲问，列车长拢无回应。因为这阵仔的验票纠纷定来传出，万一突发事件再发生，才会指派罪名警力来处理。面对陈先生指控代替验票有歧视的这个感觉，代替澄清配合4代卖票系统来实施，列车长用透过 PTA 及时查询车票甲座位卖票状况，为了避免交流旅客对4月23起无搁再全面验票，敢若针对无票占位，也是替有代票旅客，伊规定验票也是证件。医院那些买比较特殊票种的，比方说是敬老票，或是孩童票，或是说有一些爱心残障的这个车票的这些旅客，也尽量可以把他周边的几个旅客也一起来做验票，让这些这个身心障碍的旅客感觉到不会受到特别的一种待遇或是歧视。陈先生讲，无反对验票行为，不过不愿意被票签化。伊讲，真侪身心障碍者甲家属拢捌伫验票时被歧视对待。对此，代替局讲会来检讨，并且加强服务人员教育训练，提供旅客更加友善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人口老化问题，嘉义市政府即马是推出时代老人的人力资源中心，为50岁到65岁的时代即等人呢，帮因找头路，希望要来讨解高龄化对社会的影响。上台奏乐为大家表演歌曲，因拢是属50岁至65岁感觉熟世代。根据嘉义市政府统计，市内65岁以上的老大人口已经达到联合国14%的标准，正是进入高龄化社会。为着要让这些长辈愈活愈健康，市政府特别甲慈善团体来合作，开办研发人力资源中心。家里的小孩子都外漂了嘛，就只剩下夫妻2个所以我就会来请教他们，他们都也很乐意帮忙我。接触社会了，看一些年轻人我们都觉得很高兴，真的就觉得自己也年轻起来了。行政院才拄通过中高龄甲高龄就业草案，未来较需要请超过65岁的人来接头路，都要来签定期的劳动契约。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就讲，这个资源中心是成熟的，未来会配合法律甲企业长辈两边来牵成找头路。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再提供包括了我们的整个劳动职务再设计，以及我们的整个就业媒合或者是其他促进就业的方式，来保障我们中高龄的这个劳工再入进入到我们的劳动市场的这个可能。他们的那个稳定性还不错，就是说就是不会说像一般时下年轻人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了，对。慈善团体也讲，为着要让长辈惯习新工课，也会来配合专家学者调整工课职务甲环境，希望为长辈打造一个值得发挥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巴基斯坦有一对罕见的双生仔，因的头连做过。去年去英国伦敦手术，经过59点钟，100个医护人员斗阵拼，在今年1月份的是开刀开甲真顺利。观察5个月了后，即马顺利出院啊！手术进前一直真走惊，因为这场上关键头部骨的手术简单成功，连医生拢无啥有把握。Conjoined twins are very, very unusual. And then when you then talk about being conjoined at the head, the technical term is craniopagus twins. The incidence that we quote is approximately, 1 per million, 1 per 2 million babies. 这对真罕的看头小脸的红仔是为巴基斯坦来的，今年2岁啊，身体动力，按个头小脸，连血管、脑部组织嘛连做伙。但年全球差不多50对，这款的红仔出世，按个95对，可能活过30天。真幸运的这对姊妹啊出世无偌久，都人关心。去年因来到伦敦这间儿童病院进行分外手术。Really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able to separate the brain successfully, and then repair the skull over the top of it, so that you have two complete people at the end. 把成功完成2届类似案例，唐纳维医生表示，这摆手术更加困难，为了掌握双生仔的大脑少年情形，在手术进前调集各种专家，用 VR 和 3D 连技术制造因头壳的 3D 模型，让医生练习减少手术风险。It's quite difficult to move them around. Operating tables aren't designed for 2 peopl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twins and operate on them, there has to be a lot of very careful planning. 做好准备，总算在今年2月完成上关键分离手术。过摆大手术加起来，病院拢总动员超100个医护人员，长达59点钟的手术时间。总算让姊妹啊完全分开，经过5个月观察，7月初1出院。妈妈真感谢医疗团队，和早囝中心。按个医生讲，这2个人恢复袂歹，按个身体也是真虚，需要继续接受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南太平洋人工是人间上尾啊一块净土，这无人岛或者 Henderson Island， 因为这无大人，所以生态是水甲和世界自然遗产列做内底。也毋过即马因为海洋粪扫多，粪扫拢会流去迄搭，或者正做全球塑胶粪扫上捌的所在。世界拢是白色沙堡的形体深岛，是南太平洋无人大的珊瑚群岛。1988年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被称作世界最后的净地。也过30年了后，天堂上款的沙堡顶面，其实世界拢是塑胶的粪扫。外地的浮标也阁有拍甲的希望，大大小小的球。干啊、管啊，也个海鸟、假蛇啊、海龟拢伫遮贵拢是粪扫所在伫生活。澳洲科学家拉佛斯2015年头一摆登上这个岛，发现37.5平方公里的所在，竟然有3800种、有18栋的塑胶粪扫，平均每平方公尺有700件的塑胶料，是全世界密度上悬，而且一半以上是目睭看不啥有的真碎颗粒，无度清理掉，野生动物真简单就会使拢甲食落去。Henderson was really quite an alarming situation, the highest density of plastic I've really seen in the whole of my career. 形体深岛地理位置真特殊，位在南太平洋中央，离纽西兰甲秘鲁有5500公里之远。因为伫南太平洋环流顶面，洋流敢若亲像一条超级输送带，甲海洋的塑胶粪扫一种送过来。拉佛斯今年6月带着工作人员登来这个岛，用了2礼拜，伫海波一个清出6栋的塑胶粪扫，有无适当的设备会使运走，只好先放掉咧，以便将来进一步处理。拉佛斯讲，用尽各种办法来摒这粪扫，最后敢若看到更加多粪扫是着大影飘过来，实在互人感觉真无奈也真无力。伊计划明年后年进一步来到这探勘，也强调对源头切断粪扫来源的重要性，呼吁全球对这种用无久的塑胶产品来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受到太平洋高压往北九。南边的水汽往北线云有较济，过头了后，同款有雷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3度到35度，桃园以北有可能到36度以上哦。乡亲一定要加啉水，才袂着沙。咱来看各地温度。36度。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4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咱再会。